歡迎來到我們的香港簡報粵語版節目。今日我們要講的第一個新聞是，美團的銷售額超出預期，達到884.9億元人民幣，年增20.1%，並且在香港推出了新品牌 KeeTa，迅速成為外賣市場的領導者，甚至超越了 Deliveroo。這個擴張不僅限於香港，還瞄準中東等國際市場，真是令人期待。接下來，我們來關注一下上海的 F1 大賽。這次賽事卻因為貨運延誤問題，讓多輛賽車無法準時到達，造成準備時間不足，真是讓人擔心。而且，今年中國賽車首周冠宇已經成為法拉利的預備車手，無法參賽，這樣的情況讓賽事的競爭更加激烈。最後，我們要報道的是希斯羅機場因電力設施火災而關閉，導致數百班航班取消，影響了約14.5萬名乘客。專家預測這種混亂可能會持續數天甚至數週，航空公司也在迅速調整運營計劃，真是讓人擔憂的情況。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Nikkei 就報道，美團近期公布的季度業績超出預期，顯示出其在中國外賣市場的強勁增長。在去年10月至12月期間，美團的總銷售達到884.9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0.1%，超過分析師預測的877億元。該公司在面對經濟下行和消費者日益謹慎的情況下，通過大幅折扣來吸引顧客，並在香港成功推出 KeeTa 外賣平台，迅速成為當地最大的外賣服務。美團計劃在未來3年內進一步拓展至中東及其他地區，並將利用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技術來提升服務效率。南華早報指出，上海的中國大獎賽即將舉行，但因為8輛賽車在運輸過程中遺失，部分車隊面臨時間緊迫的挑戰。麥克拉倫、紅牛、梅賽德斯等車隊的賽車直至星期三才抵達上海，導致他們失去了30小時的準備時間。這場賽事以其獨特的賽道特徵而聞名。第一彎道的高速進入和幾乎360度的右轉，將為比賽增添不少看點。儘管中國今年沒有本土車手參賽，但上海出生的周冠宇仍在關注賽事，並分享了與法拉利隊友的互動。CNN 報道，倫敦希斯羅機場因電力供應故障而關閉，這一事件可能對航空業造成數億英鎊的損失。據航空分析公司 Cirium 估計，將有超過14.5萬名乘客受到影響。希斯羅機場是全球第4繁忙的機場，這次關閉不僅影響航空公司，還波及到周邊的零售商和社區。英國航空和其他航空公司已經開始重組航班以應對這一突發情況，並建議乘客暫時不要前往機場。這場混亂可能需要數天甚至數週才能恢復正常運作。Nikkei 就報道，美國正將港口變成地緣政治武器，這一提議可能會顛覆全球貿易。美國貿易代表希望對在美國港口停靠的中國建造或由中國經營的船隻收取高達150萬美元的費用，這將影響到近20%的船隻。美國還希望在7年內15%的美國出口由美國國旗船隻運輸，並要求其他西方國家也採納類似規則，否則將面臨懲罰。這一策略旨在使全球航運和造船業變得以美國為中心，但面對中國232倍的造船能力，美國的挑戰不容小覷。隨着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投資政策推動，全球貿易正經歷重寫，可能導致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進一步惡化，甚至引發全球貿易危機。南華早報報道，香港正在進行無人機試驗，以推動低空經濟，並將安全放在首位。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帆表示，從72個申請中選出38個項目，涵蓋物流、空中交通管理、應急救援等多個領域。初期的飛行將在操作員的視線範圍內進行，未來希望能突破這一限制。該計劃旨在測試空域操作和基礎設施，並為行業制定政策和監管指導方針。陳帆還提到，將擴大無人機的重量限制，並允許無人機在超出視線的情況下飛行，這將為未來的低空經濟發展鋪平道路。
南華早報的另一篇文章回顧了谷歌在2010年將其簡體中文搜索服務移出中國大陸的事件。儘管谷歌宣布結束在中國的自我審查，但對於大陸的網民來說，這一變化幾乎沒有影響，因為他們仍需依賴代理伺服器來繞過政府的審查。谷歌的決定引發了對中美關係的討論，分析人士對其對中國互聯網發展的長期影響持不同看法。儘管谷歌的舉動在當時引起了廣泛關注，但最終對大陸的業務和中美關係的影響卻顯得微不足道。南華早報報導，一名69歲的男子因在2021年於香港公租屋內襲擊前妻而被判監5年8個月。這名男子張家祥在與前妻張春華的激烈爭吵後，於他熟睡時用刀襲擊他，造成他臉部、脖子和手部重傷。兩人自2009年結婚並共同生活，直至2020年因經常爭吵而離婚，但仍然同住一屋。張春華在2021年5月要求復婚，卻遭到張家祥拒絕，因為他懷疑他有意奪走公租屋。最終在一次爭吵後，張家祥持刀襲擊了他，並在被保安攔住後才停止。法官指出，這起事件雖然不是預謀的，但雙方的恩怨已持續多時。同樣來自南華早報，香港的新興啟德體育公園最近舉辦了一個為期1週的文化藝術節，主題為百感交集，旨在展示啟德地區的文化遺產、航空歷史、體育及社區發展。藝術節包括藝術裝置、工作坊和討論會，吸引了市民參與，增進對啟德歷史的認識。活動中，大型藝術裝置如9條龍、降落和水天等，讓人們感受到藝術與歷史的交融。此外，市民還可以參加中國畫、雕塑創作、書法等工作坊，並參觀當地設計師展示的手工產品和設計品牌。獨立報報導，一架香港航空的航班因在空中發生火災而緊急降落在中國福州。這屆 JAX 115航班從杭州起飛前往香港，途中在行李艙內發生火災，導致乘客驚慌。機組人員迅速處理，並無乘客或機員受傷。據悉，火災可能是由於行李中的一個充電寶引起的。這類鋰電池近年來因過熱和爆炸的安全隱患受到關注。事件發生後，航空公司協助乘客安排行程，並表示會對事件進行進一步調查。南華早報報導，一名馬來西亞男子在商店內偷竊盲盒玩具 LaBubu 的行為被監控攝像頭拍下。這一事件讓人對 Budgie Smugglers 這一詞有了全新的理解。這名男子在吉隆坡的 Mid Valley Megamall 的 Ace Cards and Collectible 商店3次將盲盒塞進短褲內，然後若無其事地離開商店。店方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這段視頻，並幽默地形容他為盲盒強盜，引起了大量網友的關注和有趣的評論。儘管他多次變換衣着，但他的偷竊手法始終如一，並在3個月內偷走了約400令吉的玩具。新加坡同樣被南華早報提到，儘管在最新的世界幸福報告中排名跌至10年來的最低點，仍被認為是東南亞最幸福的國家。根據聯合國和牛津大學的調查，新加坡在143個地區中排名第34。儘管在經濟指標上表現良好，但市民對社交支持不足和生活方式選擇的自由感到不滿。研究者指出，特別是年輕人對社交網絡的減少感到焦慮，這樣的孤獨感在全球範圍內上升，許多國家面臨着類似的社會挑戰。獨立報報導，特朗普否認了《紐約時報》關於億萬富翁馬斯克將於週五接受五角大廈軍事計劃簡報的報導，並表示會議不會提及中國。儘管五角大廈的官員透露會議將涉及多個主題，包括中國的軍事計劃，但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強調不會討論中國。這一事件引發了對馬斯克利益衝突的質疑，因為他在特斯拉和 SpaceX 的商業利益與五角大廈的關係密切。隨着美中關係的緊張，這一簡報的內容和馬斯克的角色也成為了關注的焦點。澳洲廣播公司報導，
Maud Page 被任命為新南威爾士藝術館的下一任館長，成為這個歷史悠久的機構154年來首位女性領導者。Page 現任副館長，並將接替在任13年的 Michael Brand。他在藝術界的經歷相當豐富，曾在昆士蘭藝術館擔任副館長，並在悉尼大學教授博物館研究。Page 認為，過去長期的男性館長任期是女性在此位置上等候的原因之一，但他的任命也反映了澳洲藝術界對女性領導者的重視逐漸提升。Page 希望強調藝術的變革力量，並期待更多人能夠利用藝術館這個社會空間，體驗藝術的價值。南華早報報導，2名年幼的孩子在香港的住宅大廈窗邊危險地坐在窗台上，最終被消防員救回。事件發生在粉嶺的皇后山村，居民於上午10時左右報警，發現3歲和4歲的孩子已經爬出窗外。消防隊派出3輛消防車和1輛救護車到場，孩子們隨後被送往北區醫院檢查，父母則在現場接受詢問。這起事件引起了社區的關注，提醒家長們在家中保持安全措施，以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南華早報同時報導，英國航空的一名機組人員在新加坡被控性侵犯同事，當地警方已展開調查。據悉，這名男性機組人員在與同事外出後被指控強姦。英國駐新加坡高委會表示，正在為涉事的英國男子提供支持，並與當地當局保持聯繫。根據新加坡法律，強姦罪的最高刑罰可達20年監禁及罰款或鞭刑。英國航空對此事件保持沉默，表示此事由警方處理。這起事件引發了對航空業內部文化及安全的討論。南華早報報導，香港年輕網球選手黃子豪 Coleman Wongchuk-Lam 在邁阿密公開賽中創下歷史，成為首位贏得 ATP Masters 1000比賽的香港選手。他在首輪以6-4、6-3擊敗德國選手丹尼爾、阿爾特邁爾 Daniel Otmai。教練詹姆斯、阿勒比 James Allambie 對他的表現讚不絕口，形容他在比賽中顯得相當自如，並且展現出足夠的實力與對手抗衡。黃子豪的下一場比賽將面對美國世界排名第14的本謝爾頓 Ben Shelton， 這對他來說將是另一個挑戰。同樣來自南華早報的消息，波多黎各饒舌歌手壞兔子 Bad Bunny 在3月17日的 iHeartRadio 音樂獎頒獎典禮上大放異彩。他身穿一件白色的寬鬆毛皮外套，內搭白色 T 恤和水晶裝飾的寬鬆牛仔褲，搭配着一條白色的領帶和奢華的珠寶，成功吸引了眾人的目光。這位31歲的明星在頒獎典禮上不僅展示了他獨特的時尚品味，還獲得了拉丁流行城市歌曲獎，與其他音樂人一同慶祝，展現了他在音樂界的影響力。在另一則南華早報的報導中，香港國泰航空可能會因英國希斯羅機場因火災而關閉而取消至少一班航班。這場火災發生在附近的變電站，導致機場停運，影響了多個航班的安排。國泰航空的發言人表示，原定於香港時間下午1點30分起飛的航班可能會被取消，而早上8點10分起飛的 CX257航班則已經返回香港。隨着火災的持續，倫敦消防局派遣了約70名消防員進行滅火，現場可見橙色火焰衝天而起，火災原因仍在調查中。南華早報報導，中國數學家成功解開了一個存在了8年的流體力學難題。這個問題對於許多工程領域如水利系統、大壩和橋樑設計及空氣動力學等至關重要。這項突破是由2位在美國工作的年輕中國數學家及其國際合作夥伴共同完成的，顯示出中國在數學研究領域的強勁實力。此外，香港的 CK Hutchison 集團出售其在巴拿馬運河港口的股份，引發了北京的不滿，並將美國投資公司 BlackRock 推向聚光燈下。這一系列事件反映出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及其對全球市場的影響。同樣來自南華早報的報導中，上海的半導體初創公司 Starfy 獲得了香港政府的支持，旨在推動其基於開源 RISC-V 架構的芯片應用。
這家公司希望借助香港的資金來加速其芯片的推廣，並減少對外國供應商的依賴。Star5 的創始人徐濤表示，開源芯片的設計和應用是香港未來戰略規劃的重要部分。隨着中國對 RISC-V 的重視增加，Star5 計劃推出更先進的12納米 RISC-V 處理器，並希望在未來的數據中心和智能設備中實現廣泛應用。這不僅有助於香港的經濟增長，也為中國的半導體產業注入了新的活力。謝謝你的收看。上面播報的內容是綠道團隊推薦的全球專業媒體、智庫、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最新報導、分析簡報。更詳細的內容，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綠道簡報的立場，亦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綠道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訂閱各種簡報。網址是:綠道brief.com。你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綠道簡報。Another crazy day, 6 degrees of stories connecting in their way, from the weather to the sports and everything we see. People making news on TV screens for free. 6-degree world where the news comes in a whirl. Every story ties together like a ribbon in a twirl. Sit back and watch it all, big and small they call. From city lights to countryside, we're connected